係各位朋友，美國聯同以色列前咧就即係去啊襲擊伊朗啦，咁就即係亦都殺咗佢嗰個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同埋一啲高層官員啊。咁呢個事件咧，即係點樣影響全球嗰個經濟咧？或者點樣影響中國同埋香港咁樣啊？咁講一講啦。咁首先咧就即係個事件咧，其實就如果你從一個合法個方向睇咧，就係有啲唔係有合法性嘅。因為如果你係想同人哋打仗咁，你咪 declare war 咯，你咪同佢話我同你宣戰咯，咁咪準備幾時幾月幾多開始打啦。咁但係今次你係一邊同人哋談判緊，另外一邊咧喺談判途中咧你就去即係襲擊人哋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好多時都係一個伎倆嚟嘅，即係談判只不過煙幕彈啊，即係好似嗰時偷襲珍珠港，日本都向美國示好嘅但係中間又偷襲珍珠港。咁其實呢樣嘢就唔係話唔普遍，咁但係我覺得係應該做即係做一啲嘢。即係如果真係想打佢，你咪打佢，你咪講清楚幾時幾月嚟打咯。大家做一個即係公平嘅一個，就算戰爭都好啦，都有個公平嘅一個開端啦。咁但係而家打咗啦，咁好明顯啦，即係美國有空中優勢啦，以色列有空中優勢，咁所以你第一輪咧就係即係無論你從佢個 damage 或者係即係你譬如你殺咗佢個首領咧，精神領袖啦，咁都係美國嗰方面同以色列嗰方面佢哋睇落係佔咗着數先嘅。咁但係件事咧，我覺得就同巴拿馬即係同嗰個委內瑞拉個捉咗馬杜羅有啲唔同啦，因為今次你有人哋嗰度即係殺咗人哋個精神領袖啊。咁即係雖然有啲人係唔中意呢個精神領袖啦，但係都有啲忠實粉絲啊嘛。咁所以你係製造仇恨啊！製造仇恨咧就唔係話件事會咁快完嘅。咁可能將來會有陸續嘅一啲譬如恐怖襲擊啦，去即係對象可能係美國本土啦、美國喺境外嘅軍事基地啦，甚至最比較普遍就係一啲喺美國喺境外嘅領事館大使館咁樣啊。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嚟緊呢兩年有機會有啲即係孤狼式嘅襲擊，可能個人啦咁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嘅，因為你有個仇恨就喺度冇咁快可以即係消除到啊。咁而家個情況就係即係喺嗰度有啲機場啦，嗰啲就封咗啦，個領空封咗啦，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即係運石油出入嗰度咧，亦都俾伊朗封鎖咗啊。咁所以對全球嘅經濟咧，即係第一直接打擊就係你個石油運出去就好明顯會少咗啦。呢個會對油價會有少少即係令到油價向上嘅一個作用啊。咁個情況睇下你可以即係封鎖幾耐啦，即係幾時就回翻正常。咁另外就係你睇翻即係喺當日咧即係兩日之前襲擊之後，全球嗰個股市同埋嗰個匯市點樣即係反應咧因為你襲擊當日係唔係工作天嚟嘅？禮拜一開市咧，其實就港股就跌啦咁美股咧，琴晚都係先跌後去翻即係升翻嘅，所以就冇乜點樣升跌嘅。美股係冇乜點升跌咁但係匯市咧就好明顯咧，就係美元就突然間需求大咗，所以美元升咗啲嘅咁就其他貨幣有少弱，但係嗰個 impact 都唔係話好大我一短時間，因為你呢啲戰爭事件咧，其實就唔係話根本影響到個經濟嗰個原因並唔係話一個利息嘅改變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如果你睇翻美元嘅弱勢，會長遠都會持續嘅。只不過今次咧因為有個戰爭，大家又都避險買少咗美元避險，但係如果你話呢件事一過去或者淡化翻咧，咁就即係美元，我相信都會轉翻弱股市今次都唔係話跌到落嚟，講到今日都係比較即係穩定啲嘅。咁但係如果睇板塊咧，其實有邊啲股票升咧？你要睇到咧，同啲石油有關嘅股票啦第二咧就係一啲航運股你會見到航運股都升嘅，燃氣股咧，天然氣嘅一個都係能源嘅一個即係危機咁樣啦咁所以航運亦都因為依家可能啲船冇乜船敢出去啦咁所以嗰個運費即刻升咗上嚟咁所以航運股、石油股啦、燃氣股呢啲喺即係上升緊
咁但係成件事點樣發展落咧？會唔會長遠變成一個戰爭咧？或者好長美軍喺個即係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派好多美軍去嗰度咧？我覺得就難啲嘅啊。即係雖然今次你睇翻，即係美國係算即係轟炸到啦，咁但係唔係冇損傷嘅。伊朗係有報復嘅，而美軍亦都陸續咧會有一個傷亡報告出咗嚟啊。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美軍死咧嚇，咁就特朗普就好難再持續去發兵，因為國內嗰個即係情緒咧會有啲反戰嘅嘛。咁另外就而家美國係想做咩？就係用一個好突然其來嘅一個模式啊，殺咗你領袖，轟炸咗你好多設施，同埋即係殺咗你好多個將領啦。希望政權有轉移啊！但我相信係比較難啲嘅，即係你要政權有轉移咧係會有條件嘅嚇。因為你政權有轉移咧，其實最重要嘅條件就係你嘅反對派咧要有一個領袖喺度啊。咁而家領袖就可能係一個即係前朝嘅王子啦，走翻嚟可能係想話做個領袖。咁但係佢人都唔喺嗰度，咪都長期冇喺度即係參與一啲抗爭嘅事啦。所以你翻嚟想空降成為領袖就比較難少少。所以你有領袖即係有啲旗喺度。第二咧，你會有即係武裝喎嚇，即係有武裝嚇，咁有武裝，然後可能美軍俾啲支持你，俾啲軍備你，咁你可能去對抗現有嘅武裝啦嚇，咁你先至會可以即係改朝換代啊！如果你純粹靠人民起嚟啊，美國又唔支持咧，你係好難同即係做一個即係政權嘅更替嘅啊！即係唔係話，因為你睇翻而家喺伊朗嗰度，你雖然嗰個精神領袖死咗，但係佢個政府仲運作嘅喎，軍隊仲運作嘅喎。咁呢都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嚟嘅喎，你好難叫佢哋投降咁樣俾你上嚟做政權㗎嘛。咁而且你睇翻咧，即係哈梅內伊其實就算佢今次即係唔係話因為今次事件而死亡，佢年紀都比較大啲啦，所以佢可能即係10年或者20年最多啦，咁可能都係要有個政權嘅轉移㗎嘛，或者一個精神領袖嘅轉移。咁所以伊朗佢喺某程度上都有啲做咗一啲準備㗎啦。咁所以純粹一個最高領袖或者最高精神領袖，如果佢係過咗身，而你嘅政府係正常運作，而你嗰個反對派又冇一個統一嘅領袖同埋一支武裝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而美軍又唔落地嘅話咧，就比較難做一個政權嘅轉移啊。最有可能咧就係好似即係伊拉克之前，如果美國襲擊咗佢，咁冇咗個戰略武，你冇咗最大嘅武力，咁下邊啲細嘅武力可能自己會凝聚，因為變咗一個即係有幾個細嘅武力，咁個國家就會變咗好亂啊！有可能變咗呢樣嘢，亦都可能變咗墨西哥。如果大毒梟冇咗咧，咁下邊啲即係啲比較細嘅啲毒販咧，佢都可能會爭地盤嚟，都係搞到流亂嘅。咁所以如果你破壞咗呢個權力嘅均衡啊，咁最大嘅結果就係唔係話即時聽日就變咗民主和平咁樣轉移權力，呢個比較難少少啊！呢個比較難少少。咁所以好大程度上，伊朗都應該係由而家即係呢一個執政嘅一個即係黨咧去繼續去營運嘅，繼續營運。咁可能佢同美國繼續談判啦，即係我相信打就美軍亦都唔會話佢，因為佢唔落地，亦都唔想話長期去打啦。咁而且美國今次唔係一個主角色。咁你得益最大嘅就係以色列嚇，以色列就冇咗即係個附近嘅一個威脅啦。以色列最驚就係伊朗有核，伊朗有核彈，你諗下，伊朗核彈佢第一個打一定唔會打美國，打唔到美國㗎，即係啲咁遠美國接到嚟。但係如果伊朗真係有核而有核嘅力量咧，最大可能俾去一個即係襲擊嘅咧，就係嘅國家就係以色列啦。咁所以以色列喺今次上面係最落力嘅嚇。咁最無辜當然係即係對住伊朗一啲有美軍基地嘅一啲中東國家啦嚇，咁佢都受到即係伊朗一個呢個襲擊啦，咁啊唔單止可能射到佢嗰個美軍基地啦嚇，亦都有啲可能民居咁嘅受到襲擊。但係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短暫嘅，一個短暫即係美國發動攻擊伊朗做一個即係還擊咁樣啦，就未必係長期每日都即係飛嗰啲彈過嚟咁樣。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嚇，我相信對全球金融市場嘅 impact 嚇係一次性嘅啫，即係比較短少少啦嚇，比較短少少。咁可能將來有第二波襲擊咁但係基本上
如果你唔落地，你第二波襲擊你點樣襲擊咧？你最高領袖死咗，咁你可能有一個上咗去委員信咗，咁你再襲埋呢個，咁你都第三波噶嘛？第三個即係下邊再上嚟做一個即係執政噶嘛嚇。咁所以我睇唔到即係美軍即係好想全面地大幅咁樣落地，然後接管嗰個政權啊！呢個有少少難度嘅，有少少難度。最大可能，如果你話其他中東國家肯聯盟阿拉伯其他國家聯盟，然後派兵過去幫手駐守嘅呢個比較可行啲，但係我相信機會都唔大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個全球市場就應該係一次性咁美元短期之內可能都係會啲波動咁但係嗰個美元嘅升幅睇翻而家嗰個目前情況就比較短時間同比較有限嘅啫。咁所以再長遠啲咧，可能美元都係會比較偏弱啲。股市咧震一震之後咧，其實就唔係話點樣跌到落去啊。咁所以而且某啲股票咧，其實係因為呢個戰爭係有啲升幅嘅。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下呢個環球嗰個資產市場啦，同埋外匯市場，因為一次事件嗰個即係影響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意見，可以留言啊。